你話中意聽我講八卦，你話中意我，我都中意你。你話中意我，明知我中意病。你話我超百厭，整鬆你耳釘。如果係個夢，我希望冇咁快會醒。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邊。瞓醒你唔喺度又點算新一天？超無聊，但有勁多共同愛好。成日幫對方改埋啲肉麻愛好。為咗你，我手機都裝咗菜譜。我煮你食，如果你話好食就最好。兩個人最中意匿喺個被鋪，唔使估都知對方有啲乜嘢企圖。你冚小被，怕你會打乞嗤。你係小智，我係你比卡超。天知我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嗎？想知有幾愛你，給你一半保仔登記。超簡單，似每晚晚餐，從日頭攬住你到每晚晚間。好了，那個菜我們已經上齊了。今天我們去重走就買了那麼多菜，然後呢，我們現在叫兄弟們跟主廚等下過來聊一下初七我們辦滿月酒的時候是要花多少菜。農曆8月初七，歡迎到我家來做客。同你喺埋一齊唔使變大個，一路咁開心又使乜揾翻個最初最多，俾你叫我一聲哥哥，兩個人講爛笑話可以笑到傻咗。連卡莎數卡莎嘅邊度講過，見到你就請你打邊爐講和。你唔開心我肯定會氹你，如果你係陽光我一定係空氣。甜知我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嗎？想知有幾愛你，給你一半保仔登記。好了，算了一下，带我的朋友跟我们的亲戚，还有我父母的朋友，按人数来讲的话，我们是要办75桌，每一桌的话，我们是要做14道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办理那么多的酒席，因为亲戚朋友都在村里面，然后过来吃的最起码是2个人，按照每一桌的话是8个人，所以才办理那么多。好吧，这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记得给我点赞转发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对了，是农历8月初7，欢迎你的到来哦，拜拜。